一般嚟計，前支通常都係楓木同埋或者白蘭木。我哋講嘅係 maple 或者 ash。楓木嘅特性本身嚟計咧，係比較係偏硬啲，即係密度係偏高啲嘅。所以你見到一般美式嘅頭桿咧，通常都會採取係用楓木去做一個前支嘅主體。咁但係你話，咦，放翻英式嚟計咧，如果能夠將一條密度高嘅木材，能夠喺一個叫做手工上邊，令到佢有個韌性啊、彈度啊，咁楓木嚟計亦都係一個上佳之材嚟嘅。Ash 嘅特性咧，一般嚟計，佢嘅密度係雖然冇呢個楓木咁高，但係佢嘅柔韌性咧同埋彈度咧，相對性係偏高少少嘅。好多客人咧就只會着重睇後邊個拼花拼得多唔多、靚唔靚，去睇佢好唔好。但係喺我哋所謂嘅專業角度上咧，就會着重於喺前邊呢條木料。例如，喂，我呢條木料我點樣可以去做一個分層嘅打磨，令到佢一個有個硬啊、彈啊、韌啊平均度，咁就為之一支好做工嘅 Q。喺我個人而論咧，呢個世界真係冇一支叫做最好嘅 Q。所有球手因人而異，例如尺碼上啊、選料上啊，全部因人而異。最重要嘅就係啱自己打，就為之一支最好嘅 Q。